来这花莲的地动，为昨尾暗暝到深夜到今仔日早起，是一日摇袂煞，摇甲花莲的乡亲拢惊到咯。真侪人伫咧厝已经困袂去啊，规家大细带去秘伫咧车顶，若无车就去公园，或者是去咖啡厅室外坐位来闪地动。昨即暝，花莲的乡亲是艰难折磨。 舒适的厝内唔去大，花莲灾区的民众甘愿规家伙啊挤伫车内，搁搬出塑胶椅啊，方便讲这个车内若坐一日久，换一了姿势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未少乡亲因为地动以车为厝。在菲律宾有那么大地震吗？没有真那么大。又来了，又摇了。 采访的时，搁地动，莫怪花莲人规暝拢唔敢困。若无车人，就来到咖啡厅室外雅座区，加在有搭布棚，较袂好日头晒到，甲雨淋到。所以摇成这样，一直摇，谁敢睡啊？老婆小朋友全部带出来，不敢丢家里了。 真个乡亲手机啊，早日就出门啊，唔敢返去收物件。伫花莲市公正街这边，区公所安排收容所和灾民会当小可休困一日。 市公所第一时间在五洲商旅有开设了收容所，那目前有4位长辈在五洲商旅休息，那其他民众因为余震不断，那非常的就是感到害怕。那目前是在户外的帐篷区做一个休息。虽然人伫布棚内，也是困车顶，灾民拢真关心地动的动态。毋茫讲警部赶紧解除，通好转去整理厝内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